大家好，歡迎收睇我哋新一期嘅趣怪學堂，我係主持人榴蓮啊。同以往節目唔同嘅係呢，我哋呢一檔節目專門為大家提供粵語同埋漢字嘅有趣知識噶。唔知大家有冇感受到呢？我哋依家使用詞彙係越嚟越符號化，對好多詞語嘅來源唔了解，甚至連詞義嘅準確解釋都係唔知道噶。而呢一種現象就係我哋平時所講嘅生語癌啦。咁第一期節目呢，我哋首先嚟分析一下粵呢個字。點解廣東地區叫粵呢？嗱，喺古時候呢個字同埋呢個字都係屬於文言助詞，用於句首或者係句中，並且佢哋都係讀粵呢個音噶噃。喺藏族通史裏邊寫到呢，粵即粵，古代粵通用嘅，粵同粵係古代江南土著稱呼人嘅語音，粵同粵係相通嘅，粵係人嘅意思。粵族就係生活喺長江以南嘅一個古老民族，所以廣東一帶地區就叫做粵啦。但係如果從字形上邊嚟睇，粵字就好難體現到同廣東有關嘅痕跡啦噃。我哋不如嚟試下拆解字體啊。粵字可以拆成一個寶蓋頭、一個米字同埋一個虧字。寶蓋頭喺古時候指房屋、屋企，而米係指栗子，可以認為係糧食嘅意思，而虧即係虧損、虧耗嘅意思咁解。秦始皇28年，秦軍分5路南下，進攻依家嘅兩廣地區，遭到越族嘅頑強抵抗。戰爭過後，秦國損失嚴重，兵馬、糧食消耗相當之巨大。就係可能因為咁，秦人將粵改成粵，理解成令國家糧食損失嚴重嘅地方。可能就係因為咁，廣東人驚自己家財外泄，怕自己冇米嘅思想已經根深蒂固。於是就造就咗依家廣東人孤高，並且有啲高處不勝寒嘅孤高寒性格啦。但係呢個只不過係一種講法嚟嘅啫。經過我哋發散性嘅思考，又諗到其他講法解釋廣東點解叫做粵。嗱，有人話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後，位於廣東最南邊嘅香港曾經一度成為英國嘅殖民地，而粵字中間其實就係一面英國國旗，所以廣東叫做粵。亦都有人話喺打入 NBA 嘅華人裏邊，除咗出咗個倡導讀書重要，身體也很重要，跟我來嘅林書豪之外，仲有一個嚟自我哋廣東嘅易建聯，仲有廣東籃球隊又咁勁，咁啱粵字中間又係一個籃球啊，所以廣東咪叫做粵咯。嗱，以上兩種說法呢都係開玩笑嘅啫，因為早喺青銅時代就已經有粵呢個字啦，只不過寫法唔同啫。嗱，呢個就喺今文篇入邊粵字嘅字形啦。呢個字形上半部分係個雨字，下半部分係個於字。我哋可以結合地理條件去解釋。廣東廣西地區以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主，降水充沛，夏季多雨。咁粵字嘅意思就可能係代表雨水所在嘅地方咁解。呢個解釋係到目前為止我最認可嘅一個。至於之後點解會演變成依家我哋使用嘅字形，就不得而知啦。今期就講住咁多先。咁喺節目嘅最後呢，我哋請咗頭先喺節目裏邊提過嘅一位重量級嘉賓上嚟同我哋交流一下。咦，嚟咯喎！喂，書豪哥，同大家打聲招呼先啦。大家好。嗱，書豪哥，咁我問下你啊，喺呢幾年嘅 NBA 生涯裏邊呢，你覺得對你嚟講乜嘢係最重要呢？讀書重要，身體也很重要。咁你最鼓勵時下嘅年青人去做啲咩呢？鼓勵年輕人天天運動。咁對於我哋工作室，你有啲咩建議呢？養成健康嘅生活習慣。好，唔該晒書豪哥，我哋今期嘅節目又差唔多噶啦，下期再見啦，拜拜。